白話說，《心經》從無明、不懂真相的糊塗，一直到老死。老死存在的時候，自然也有小乘講的12因緣。簡單說就是從糊塗到死亡的12個連環因果，比如糊塗生執念，執念生痛苦等。同時也有小乘的四聖諦苦，人生各種煩惱、集煩惱的根源，滅擺脫煩惱的狀態，道擺脫煩惱的方法。但大乘的菩薩修行目標是直到成佛的境界，這時沒有小乘執住的苦集滅道，也沒有要得到什麼的念頭，也就是無所得，卻能生出無所得的妙用，做事不為自己，只為幫助他人。而且大乘菩薩修道成功後，心中沒有任何掛礙，就是心裏不執住、不糾結，沒什麼放不下的人和事。正因為心中無掛礙，所以不會有恐懼害怕，進而能達到不生不滅的思想行為境界。不是肉體不死，而是心性超越生死，永不變，最終到達圓滿的涅槃，也就是佛的境界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所有佛陀，都是依靠般若智慧修行的緣故，才得到了正覺，徹底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達到無上覺悟。所以我們知道，這條依靠智慧修行的道路，是無上智慧的真言，是至高無上的真言，是無可超越的真言，能超越一切苦惱災厄，一切因果都是真實不虛的。因此就有了這篇充滿智慧的心經。菩薩們會鼓勵大家，去吧，去吧，到達佛界，用各種善法到達佛界，圓滿成就正覺之道。